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是7月19，又搁到一礼拜的开始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逐工对上帝的话得到快乐，得到帮助。特别咱伫即个时间会当来读上帝的话是真水真好的代志。当大家心内有真侪无平安的事，望上帝的话来安慰咱，互咱逐工会当倚靠上帝的话来行。咱今仔所要读的经文伫希伯来书13章17节到25节。希伯来书13章17节到25节。若是会使，请咱大家来掀开圣经来读；若是无，请咱大家来听牧师伫遮来讲这段圣经。希伯来书13章17节到25节。请听上帝的话：因带恁的，恁着听叹顺服因，因为因为着恁的灵魂警醒，是将来着家己摆列的。恁着互因用欢喜来做，无用讨气，因为即个无利益恁。恁着替阮祈祷，阮信家己有照良心，凡事爱照正直来行。我阁激发劝恁行安尼，互我通较紧，阁就近恁。但愿平安的上帝，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，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阁起来，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，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。愿荣光归伫伊，代代无煞。阿们。兄弟啊，我短短的批互恁，劝恁接纳我劝勉的话，恁着知，咱的兄弟提摩太已经得到透放。伊若紧紧来，我要甲伊去见恁，请恁请安遮会引带恁的人，甲正圣徒有意大利的人，请安恁，愿恩典甲恁众人伫地。阿们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，伫希伯来书的上尾的所在，真侪人毋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啥物人。有人讲欠菜是保罗，有人讲欠菜是阿波罗，有人讲欠菜是巴拿巴。总是毋管是对即个以早的使徒因所写的即张批，总是即个希伯来书是要为着互遮的希伯来人，特别是犹太人的即个基督徒，互因会当来明白甲了解伫圣经内面，伫旧约圣经内面所写的耶稣即个基督，就是咱所信的耶稣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通知，即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伊是一个忠心的传道者，伊来考劝遮个信主的人，互因会当来听遮个传道者的考劝，特别是伫因迄个时代，因望会当来引带遮个信徒，互因会当听叹上帝的话。特别伫迄阵来引带遮信徒遮忠心的传道者，佫较是应该爱去尊重甲重视的。所以伫即个所在来看去讲，耶稣基督是即个群羊的即个牧者，咱就知影讲，耶稣基督是大牧者，伊所找来遮个传道者，也忠心来教示伊的信徒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，咱若忠心来愿来学习咱的传道者因所讲的、因所做的祷告，会当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来行伫上帝的路的内面。所以做传道者的人，因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爱教示咱的众兄弟姊妹，互因会当行伫主的路，会当行伫主的道理的内面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，因敢若伫参像圣经内面讲，因敢若是爱去伫主的面头前，爱当来交代主即个信徒因所做的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毋是互遮个传道者讨气，互因来感觉真忝，也是讲无利益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知影会当有互传道者会当感觉有利益，是因为咱也会通来成做一个有利益的人，会当来学习来行主的话。所以望上帝，互咱来照主的话来行，用正直来行。所以即个传道者伊考劝遮个信徒，就爱忠心来对着遮个忠心的传道者来行上帝的路。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逐工读主的话，互咱会当忠心来照主的教示来行。上帝来帮助咱，平安。